亞視前新聞及公共事務高級副總裁梁家榮星期一辭職之後話，自己盡咗全力都阻止唔到錯誤嘅江澤民死訊播出街，令人更加質疑亞視管理層干預新聞部編輯自主。接替梁家榮主管新聞部嘅劉瀾昌朝早返工嘅時候並冇回應事件。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趙應春話，聽到梁家榮嘅講法覺得好驚訝。若果事件屬實，反映亞視管理層短視，只為眼前嘅利益，無視新聞專業操守。一個新聞機構其實佢最大嘅資產係來自佢嘅公信力啊嘛。佢喺社會上嗰個受到尊重，受到佢嘅受眾所信任，呢啲咁嘅非金錢嘅利益啊，其實係可能遠超過嗰盤數咧，係賺多一個幾毫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老闆識諗嘅話咧，其實應該咧係盡力咧係保護佢哋既有一個公信力。而亞視新聞部同管理層嘅另一衝突係公司計劃喺財經節目入面播出涉及廣告成分嘅內容。趙應春認為商業機構贊助節目係合情合理，關鍵在於節目嘅製作手法。我所反對嘅咧就係話將新聞內容咧以好似一個新聞嘅形式，其實係包裝啲廣告元素喺度咧。咁呢個咧就有違我哋嗰個即係我哋個新聞嗰個價值觀。我新聞就係新聞，就唔係廣告。有學者就指出，若果傳媒為咗營運，任由商業機構擺佈，會有違新聞嘅客觀性同埋公正性。呢個係大陸社會經常會發生，就係即係所謂有償新聞啊，通過金錢同埋傳媒嘅權力嘅交易咧，替個有關嘅企業咧做宣傳。如果嗰個嘅把關嘅人唔係由呢個新聞工作者去把關嘅話咧，咁好容易咧就係個新聞本身嗰個會走向失實啦，咁而導致到咧係誤導咗公眾咯。記協促請廣管局調查亞視有冇違反免費電視牌照嘅服務承諾。廣管局就話正密切監察亞視嘅情況，以確保亞視符合廣播條例同埋牌照條款嘅規管，亦都會主動調查亞視主要投資者王晶嘅角色有冇違反牌照規定。立法會廣播事務委員會將會研究邀請梁家榮同埋亞視高層出席會議交代事件。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黃婷婷報道。